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鱼皮受到大环影响，产量减3成。结果，这个计数有真悬，去年一斤卖150，今年已经来到250。啊，毋是台中的鱼皮受到影响尔，苗栗的高接来、云林的酸辣、台南甲高雄的荔枝、奶枝以及屏东的葱头，即卖拢互农委会列入到天然灾害的补助，只要受损的面积达到2成以上，农民就会当申请救助金。今年拢细，比白进入采收期，因为今年雨量少，天气上热，湿气阁无够，比白卖单，产量减少3成。一架地上少拢要采收拢要1万斤左右啦，但是今年拢剩差3-4千斤，最上好的才有5000斤左右尔，拢减半去。去年一斤是卖150到200块左右，今年一斤卖200到250，这计数上最差要100块。比白农损的关市有台中甲南投，若是苗栗有高接来水受损，云林是蒜头，台南高雄乃至屏东是葱头，拢因为天气干酷，产量减少。合法使用的农地，用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状去区公所申报，申报那个勘察，如果勘察确定损害2成以上，2成以上都可以得到救助。农业损害地区农民的收入减少，台中市农业局讲，农委会即马有提出天然灾害救助办法，若是有正式的面积，这受损达到2成以上，农民就会当申请救助金。对消费者来讲，今年比白、高接来、蒜头乃至葱头，拢可能因为天气关系造成产量减少，价格变悬。